天文台預計現在熱帶氣旋闖入香港800公里。天文台話佢增強咗颱風級，但佢命名係紅霞。天文台話熱帶氣旋紅霞呢可能會進入香港300公里，若過時速係26公里，移向廣東沿岸。天文台話評估係咪要改1號戒備信號？評估呢係咪要改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較高嘅。1號戒備信號生效，預測呢個熱帶氣旋紅霞呢係將會移向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係26公里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。天文台話佢本港呢會受到佢嘅顯著嘅季風槽影響，所以先會發展。但係香港呢幾日會有持續有陽光，但係呢星期六會開始緊急變壞。天文台先預計星期六下午呢有機會改3號風球，8號風球嘅機會係大於嘅中等至大。新聞報告完結，如果最新聞呢，聽日會繼續發出。Thank you。